秋葵啦，你看这个花白里透黄，白里透黄，这个叫白秋葵，白秋葵，长长的。你看这个果实啊，这长得很快啊。这个，你看这果实长得很快，长长的，你看，长长，你看长长的。白秋葵，你看这果实可以长得长长的。这叫黄秋葵，短短的，短短的，像这样就算太老了。那人家那个白秋葵15公分哦，像大拇指这么粗，都还可以煮来做菜。看那个尾端，看那个尾巴啦，尾巴压得下来，尾巴弯的还能够弯得下来，就是还可以煮来做菜来吃。这个叫，你看这个叫黄秋葵，黄秋葵，像这样就已经太老了。像这样这么断哦，那要采收来做菜的哦，像这样这么断，得来不易啊。你看这个叶子比较小，它旁边这个叫黄秋葵，黄秋葵那个叶子就比较大，这里面有白秋葵、黄秋葵混在一起种。你看这个白秋葵了，白秋葵了，果实你看棱角比较不明显，叶子比较大。这个叫黄秋葵，黄秋葵你看叶子比较小，有没有看到这个间隔距离就比较大？还有一个棱角果豆荚果实啊，你看这个棱角很明显。